先生你唔免呢，應該 OK 啊，睇見下呢度 OK 啦，啊咁條片，咁條片，哦，我錢唔使俾個錢我就可以，咁。今天有六祖坛经3天，农历2月15，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日子，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日子，农历2月15，开张圣王圣诞的日子，2月19是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日子，千里龙虎宫天堂没有办法，前一天晚上9点半了。祝寿活动，庆祝圣诞，庆祝观世音菩萨圣诞，咁。刚好农历2月15。Cảm ơn